我还是这样的啊、我也觉得我们不太，我还是认为我们很难一天改变整个国家。我自己当台北市长的经验，前2年真的很痛苦，因为你那个人家知道，人家知道以前台北市政府还有阳明党部，阳明党部是国民党的党员，所以我在议会，他们在国民党议员在说党政部分，我算是很敬业。我说你是用谁的标准说党政部分？你是用以前的？那以前台北市政府还有阳明党部啊，对不对？你要说那个什么用政务官啊，那种哇天哪！我最近去高雄，我这样听一听才严重。所以，不过至少啊，我们当台北市长还是会给他改掉一些。但你说用总统的高度去，但是我为什么说这没有办法一下子到位？因为即使我当台北市长，台北是一大堆违建的。那这违建要怎么处理？也是要坚定，然后一步慢慢去处理掉。所以有时候是这样的我觉得革命分阶段我们真的不要幻想有一天你的1、2、3，然后台湾就突然变好，还是要在坚持理想然后就一步的去做，慢慢的相信这个理念的越来越多，它慢慢会改变。我认为的像从2014到2018，台北有没有被苛责改变？有啊，改变很多啊。邻里交通改善计划就是了。你看我当时要说那个路边停车收费，我在议会所有的议员都骂。我相信现在台北市为什么我们要不要路边停车收费，公投会过关？这个就是慢慢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所以常常都在讲说你当台北市长，到底台北有改变什么？我跟你讲邻里交通那个巷子里面有画绿色人行通道，那个很大的改变。我昨天还自己去骑 U bike 在那个到台大那个地方绕一绕，因为我在研究那个脚踏车的自行车道怎么设计会比较安全。所以慢慢就说你就是每天做但是这样我们做的目的并不是说我们自己一个人来做，我们是在做它这个 demo， 它这个示范然后越来越多人都相信，这样做是对的。所以我讲一个故事从杨建我打个岔你讲的都对的，但是我刚刚跟你在讲，更快的话，起码要上班嘛，起码准时上班就好。这做过头搞什么东西？对那个不上班那是完全没办法，那是没钱。所以呢，那不上班现在当总统你怎么办？你大概下不下去？所以这才是大问题的。所以我刚刚，因为现在面对的，我当然同意了，因为柯 P 在台北市做了很多事情。而且都是他身体力行做的小事情，这其实就2个特点柯 P 就是不贪污、认真嘛。不贪污跟认真，在我们的做人的标准里面，好像是属于一个道德的底线嘛。但在政治人物里面来讲的话，好像不是道德的底线，好像是一种典范，变成一个崇高的典范，这是很荒谬的事情嘛。就为什么？因为台湾的 check and balance， 因为制衡它的力量，会让它落选的力量丧失掉。我现在想讲这个东西，因为尤其今天我的感受特别强烈。本来我希望说郭台铭能够去猎血国民党，然后柯 P 猎血民进党，2个加起来，就创造了一个3党政治的一个新的纪元。因为我今天搞了半天，你5点半离开中选会，好 ，nothing happened， 就搞情况。所以我觉得说政治文化是个什么事情，我们实在是碰到一个政治的危机的。那危机的话，你发挥你重症科的这个在重症科医生的那个优点都能够很快的帮台湾解决。我觉得这不是个郭老师讲的带领台湾进步的机会比较大。谢谢。第一点在现阶段你说总统票要投给谁？我倒觉得这样我们不要预设立场。因为民主政治还是一个说服的过程所以我们希望说，在未来4个月2个党的候选人不要每天在讲说他们要怎么选，他应该告诉我们说他选赢以后，他希望台湾变成怎样。所以我也明着不难比方说蔡英文，你要当选以后，你两岸关系是要继续要这样僵持下去还是怎样？你总要讲一下，你到底怎么处理两岸关系？你要照目前这样一路下去还是怎样？其实我跟你讲，断交那个我还不怕。客观税反正那个就比较麻烦，因为川普怎么修理那个习近平大概就怎么修理，那个叫有样学样。
所以这样的，重点不是说你要怎么选，重点是你当选后台湾会变成怎么样，所以这个你还是要说明。所以我倒觉得呢，给他时间，给他们时间去准备嘛，去说服。如果4个月后他们还是这个样子，那你就进去那个政党票投给民众党，剩下就可以走了。人家有开玩笑说，如果韩国瑜当总统，你知道吗？不分期大概立法院院长严清标是内政部长兼检政张荣惠是农委会还是什么的，所以他如果摆出来正式是这样的话，你们再考虑看看吧，对不对？所以他说他能不能改变腐败的国民党？其实这个是他自己要能够说明说，他能不能摆脱后面站的那一排，这是他处理。那蔡英文是这样的，他能不能消灭万恶的新潮流？我看他干脆参加新潮流会比较好。怎么办？哇，他消灭万恶新潮流，我觉得他被消灭的机会是比较高的。这个不过是这样的，理念价值，人家说时穷节乃见。坦白讲一个人到底行不行，不是说他在当选以后，应该是说他在整个，其实还是一个坚持的过程。我倒觉得这个有时候以前常常是说以前都做不到，为什么说以后会做不到？我是不太相信，坦白讲。